这座就是市府开1450万在南区绘画场所兴建的第一座环保扩钱炉。除了一场会当烧300公斤以上的扩钱，专业的技术工法加上1000度温度，也有法度排毒带好新的功能。经过2档开1000万的时间，商务市长甲在地议员拢共同出席见证，同时进行第一座入库分析的启用典礼。3、2、1，台南市南区环保库钱炉启用典礼正式启用。要这个阀门有碰到了这个库钱炉才会启动，所以这个有安全装置，大家注意看这里。那边碰到了，碰到了之后，这个才会开始启动。当然，这是非常安全的安全阀门哦。那它等一下，它会把库钱往内推，往内推。咱这是采天然气瓦斯吼。台湾传统有烧烤钱抓厝的丧葬习俗，不过因为一场丧事往往爱烧掉几百公斤的烤钱，尤其若伫空地来烧，迄款空气污染不得了。所以第一座启用以后，市长表示每一天上最当烧8场丧家的烤钱，希望政府甲民间合作，满足丧家的需求，卖当兼顾环保。为了保护这个空气，又要符合民间的习俗。过去在库钱炉的兴建以及如何减少民间它的这个露天焚烧纸钱所造成的空气污染跟周边的民怨，大家都煞费苦心。那我刚刚提到，这个地方我们新建了这个环保库钱炉，一天可以处理8场的这个库钱焚烧，这个部分。那但是台南市这是解决了部分的问题的，因为台南市有蛮多。一天大概就是光是殡仪馆处理的一天都有好几十个，告别的仪式。所以呢，我想，这是解决了部分的问题，一定要跟民间协力。所以感谢工会的协助，感谢环保局的协助，感谢民政局还有殡葬所大家的努力，同仁很辛苦把这个环保库钱炉建起来，也希望减少这个空污，但是又有让后人能尽孝道。那让先人也能够得平安。虽然讲家些环保科技炉只当解决部分丧家需求，不过经过历届市长终于跨出成功的第一步，后地方相当肯定。我觉得烧库钱这个以前都是在露天烧，会造成很多空气的污染，那民众的反应对身体健康也是有不好的影响。所以现在有一个这个环保的烧库钱库炉，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整个对环境的改善。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效在，因为它不会随着季节的风向一直乱飘。对，因为最大受害者就是我们邻近的几个里，比如说明德里、明亮里、福兰里这几个区块的里是最大的受害者。那我觉得很高兴，今天的一个烧库钱的一个库炉已经启用了。那对整个大环境来讲，它就是一个最大的进步。除了南区这座环保局已经争取2座移动式库钱炉，打算在柳营设立，提供溪北地区丧家使用。台南新闻郭文吉、林根采访报道。